乡亲啊，就是这段话，民进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甲赖清德，今仔日拢阁要求韩国瑜爱来道歉。民进党选前的黄金周，今仔日全台湾的车队大扫街，蔡英文甲赖清德分别为因的故乡来出发。蔡英文是为屏东的房山，赖清德是为新北市的万里，一个为南平，一个为北平，行入乡里，要催出到更较侪票。韩国瑜讲。乌鹰直升机失事，莫非是台湾重视去刷掉了？蔡英文甲赖清德认为，安尼讲伤害国军，要求韩国瑜爱道歉。蔡总统虔诚参拜，一透早对屏东房山出发，选战到最后才作为起点，来一场上接地气的拜票，准备车队扫街上北。画面转到新北万里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到故乡参拜，最后黄金周同款车队扫街，一路热闹。蔡英文一票，赖品一票。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总统登记第3号蔡英文。除了争取民众的支持以外，竞争对手韩国瑜讲乌鹰直升机失事，台湾是不是中邪？这失格言论嘛做出批评。做这样的政治消费哦，真的是失格哦。对我们现在还在养伤的我们这些将领或者士兵哦，其实也是一个伤害哦。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市长是应该要道歉。去诅咒国家，这个都不应该，这个不好，这个有失总统候选人的身份。他有认知到他的错误的话，他应该要道歉。蔡英文、赖清德分进合击，希望在最后的时刻拼出上大的能量。